啟示錄一天，一堂度咧嚟講啟示錄。我哋就知道呢一本書啊係一本非常重要嘅書。我哋又知道咧呢本係講耶穌基督再來嘅一本係好緊要嘅書。還有咧喺舊約裏邊啊，魔鬼最嬲嘅咧就創世記同埋但以理。新約最嬲嘅咧咩啊？啟示錄。好多人咧就唔讀啟示錄，佢唔理解，佢覺得好深。每逢到咗猶大書咧，就翻轉頭啦，唔敢讀啟示錄。有人話但以理書啊係舊約嘅啟示錄，啟示錄啊係新約嘅但以理，所以啊魔鬼好唔中意呢兩本書。第一，啟示錄係一本極重要嘅書。啟示錄嘅第一章第一節，呢個係耶穌基督嘅啟示，又係神賜過嘅，又係藉着天使嘅，就俾過約翰。乜嘢叫做啟示咧？揭開嗱，比方嚟講，呢個係寶盒，你估裏邊有乜嘢咧？大家我估唔到，充其量金仔。最駕駛啦，好寫，但係實在你唔知係乜嘢，未曾揭開咧就叫做奧秘。當我哋一揭開咧就叫做啟示。舊時啊，有人翻啟示錄，你會點翻咧？佢話叫做默示錄。我哋細佬哥嘅時候就有人咁翻，將啟示錄翻成默示錄，呢個翻法唔係幾好。就應該叫做啟示錄。但以理書咧係一本封閉嘅書，啟示錄咧係一本啟示嘅書。大家記住啊！你讀但以理書嘅時候，話明啊係封閉直到末時。但係啟示錄咧叫你揭開，俾你知道啟示。所以咧同但以理書有啲唔同嘅地方。啟示錄嘅22章嘅第10節話明唔好封閉嘅。原來啊，第一章嘅第1節耶穌基督嘅啟示，呢個啟示嗰兩個字原來係一個字，英文叫 apocalypse。apocalypse 咧係單數嘅。本來聖經裏邊有好多嘅啟示，但係啟示錄係一個單數嘅啟示。可以話整本啟示錄係一個好和諧嘅、好完整嘅神嘅啟示。特別喺呢個末世，耶穌就翻嚟嘅時候，將呢個世界嘅一切嘅情況啟示俾我哋。咁啊，啟示錄嘅主題講乜嘢咧？咁大家唔使講啦，梗係講耶穌基督再嚟啦，係講耶穌嘅預言啦，再嚟嘅預言啦。對啦，開頭咧，嗱你睇翻第1章嘅第7節，看啊！黑駕雲降臨。末後咧喺22章嘅20節咧就講我必快來。新約提基督再來有380次，佔咗1/27。從創世記直到猶大書都係講基督再來嘅影，但係啟示錄就講基督再來嘅形體。啟示錄又係講基督再來嘅應許。咁而家我同大家講一講啟示錄同其他書嚟去比較一下。首先，我哋同創世記嚟去比較。弟兄姊妹，聖經最先係咩啊？神創世記。最收尾係咩啊？啟示錄。咁你將呢兩本嚟比較一下咧，就好有意思喎。特別咧，將創世記第1章到第3章嚟到同啟示錄尾個3章嚟到比較一下，好有意思。原來呢兩頭咧，大家都可以對應嘅喎。喺創世記第2章嘅第8節講伊甸園。啟示錄喺21章咧
就講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又有樂園喎。原來創世記嗰個係開頭嘅樂園，新耶路撒冷嘅樂園係收尾嘅樂園。嗱，咧比較一下咧，好有意思啊！創世記頭3章咧就講第一對夫婦係亞當同埋夏娃，對唔對？啟示錄收尾個3章咧就講到咧基督同教會結婚。創世記係講撒旦引誘夏娃犯罪，對唔對？弟兄姊妹，罪惡就從一人入了世界。啟示錄收尾就講乜嘢？古蛇，大家知唔知道古蛇係邊個啊？係魔鬼，扔在火湖裏，睇到未？創世記開頭嘅3章講人類被逐出伊甸樂園，記唔記得？弟兄姊妹，亞當夏娃食咗禁果啦，就後來被趕出伊甸園。啟示錄呢，最後就啟示俾我哋知道有生命樹啊！我哋呢要喺嗰個裏邊呢，喺伊甸園裏邊，喺呢個將來嘅新天新地裏邊呢，嚟到享受神所俾我哋嘅生命樹。創世記俾我哋見到以撒娶利百加係預表到基督娶教會，呢個係創世記。後來喺啟示錄裏邊俾我哋見到咧，基督係真正娶教會啦。嗱，呢個頭先我哋講過啊。創世記講到種子，講到因。啟示錄咧就講果，全本嘅啟示錄就係講天國同埋教會，係神咧2個大計劃。創世以來嘅國，創世以前嘅揀選。喺呢度，我想同大家睇下，乜嘢叫做創世以來？乜嘢叫做創世以前？嗱，而家我哋翻開馬太25章34節，山羊綿羊唔係我哋。耶穌翻到空中，地上有7年災難，喺地上信耶穌嘅人，7年災難信耶穌得救嘅人，嗰啲叫做綿羊；唔信耶穌嘅嗰啲叫做山羊。等到7年災難完咗之後，耶穌咧要駕雲降臨喺地上審判嘅時候，就審判啦山羊綿羊啦，唔係我哋喎。佢哋享受乜嘢咧？睇住綿羊享受創世以來，睇到未？睇到個來字未？創世以來嘅國。翻開以弗所第1章第4節，呢一節經文同馬太25章有咩唔同？呢一節經文係俾教會嘅，教會享受乜嘢？創世以前嘅福。7年災難嘅人好唔好？都好，但係佢哋嘅福似唔似得我哋嘅？你知唔知？唔似得喎。我哋係神幾時揀選啊？神未曾創造天地，創世以前就揀咗我哋啦。神幾時俾佢哋嘅國啊？喺馬太25章俾綿羊嘅，係創世以來為佢哋預備嘅。大家你讀聖經啊，創世以前、創世以來，你唔好撈亂咗。創世以前嘅一等嘅福係俾過我哋嘅，創世以來呢個係次等嘅福係俾過7年災難信耶穌嘅。啟示錄同但以理嚟比較，但以理書咧就係封閉嘅，啟示錄就唔封閉嘅。但以理書咧講得比較遠，點遠法啊？從巴比倫一路咧講到羅馬，夠遠咯。但係啟示錄更遠啦。點樣講啊？講到咧永遠啊！所以話啊，但以理書講得比較遠，但係啟示錄講得更遠。而家我哋又要將啟示錄同馬拉基書嚟到比較喎。
大家知唔知道舊約最收尾個本係咪馬拉基啊？係。咁啊，舊約最收尾嘅馬拉基同埋新約最收尾嘅啟示錄有乜嘢嘅相應嘅地方咧？嗱，呢兩本又有意思喎。馬拉基書舊約最收尾個本係寫俾猶太人嘅，末後講公義嘅日頭。大家有冇留意到馬拉基書收尾講公義嘅日頭？但係啟示錄咧就寫俾教會嘅喎。啟示錄寫俾教會收尾點講啊？講神星出現，耶穌降到空中，教會被提上去。啊，提上去咧，呢一個啊就叫做神星出現。神星係為邊個？係為教會嘅。耶穌基督降到空中，教會被提，就叫做神星出現。大家知唔知道？當你見到神星嘅時候，嗱，你晚黑試下，你見完之後咧，嗰個天啊特別黑嘅，大家知唔知道？啊，神星出現咗之後特別黑嘅，點黑法啊？7年災難咁黑咯，唉，第二節目黑唔黑？咧，神星出現之後，地上特別黑嘅。神星係俾個教會嘅。好啦，7年災難完咗之後，耶穌咧同教會降到地下，係公義嘅日頭。神星出現咗之後，嗰個天空特別黑，黑一陣，然後咧太陽出嚟啦。光照普世啦！嗱，呢度俾我哋見到喎，就係教會嗰7年嘅時候咧，就係神星。所以耶穌基督嚟第一個階段就係叫做神星出現。啟示錄收尾就俾我哋見到神星出現。馬拉基咧就俾我哋見到公義嘅日頭。大家知唔知道？耶穌降到地下就要立千禧年國。咁咧呢個係公義嘅日頭。所以啊，如果你將啟示錄同馬拉基書一比，你就會覺得好稀奇。我哋再嚟啟示錄同約翰福音書一比，弟兄姊妹，啟示錄邊個寫嘅？約翰寫。約翰福音邊個寫？又係約翰寫，對唔對？原來啊，喺約翰福音書話太初有道，記唔記得？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但係啟示錄又講道喎，19章13節，新約呢兩度講道嘅。太初有道係約翰福音書講，啟示錄19章第3節係講道，你翻嚟睇。所以話咧，約翰福音書同啟示錄係有相對照。約翰福音，看啊，神的羔羊，取世人罪孽嘅。弟兄姊妹，最後耶穌同教會結婚叫做乜嘢？啊？係咪基督新婦啊？唔係，係咩啊？係羔羊嘅妻。第一，特別提翻羔羊嘅。約翰福音書講生命嘅水，啟示錄啊有生命嘅河。約翰福音書咧講得勝者，啟示錄又講得勝者，遵守神嘅誡命。約翰福音書咧講真係真理，啟示錄又講呢個問題。約翰福音書咧要求嗰啲人咧嚟喝，邊個嚟喝？邊個喝嘅嚟喝？喝我所賜嘅水。啊，啟示裏面又俾我哋見到神嘅要求啊！我哋嚟喝呢啲水啊，就得飽足。同雅各書比較，弟兄姊妹，新約最先寫嘅係雅各書，咁我同雅各書嚟比較。原來雅各書咧講啊，因為主來嘅日子近了。啟示錄咧就係一本講基督嘅再來，所以呢兩本書咧又有比較。另外咧，同猶大書嚟比較，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新約嘅尾二嗰本係猶大書，最收尾嗰本係啟示錄，又用呢兩本嚟比較一下。猶大書第1章，啟示錄嘅22章。猶大書咧就講啊，地上嘅教會末時候嘅出現好多假先知、假師傅，嗰啲咧嚇，嗰啲咧不信派出嚟啦，你要防備假先知、假師傅。
啟示錄又話俾我哋聽，我哋要防備，因為我哋嘅主翻嚟嘅日子近了啦。大家要明白咗呢一點。咁我哋同大家又用比較咗，係用好多嘅一本一本同大家嚟比較啊。咁而家咧，我哋同大家講啟示錄喺聖經嘅地位點樣？啟示錄係講預言，啟示錄係關啟示，啟示錄係講救恩。啟示錄咧喺新約嘅地位點樣咧？嗱，睇住話四福音就係耶穌基督咧降生，造成救贖嘅工作。使徒行傳同埋初期嘅書信咧，就係講成立教會嘅過程，教會嘅真理。啟示錄咧就講黑夜快過啦，神星就顯現啦，耶穌就快再嚟啦。啟示錄係一本咩書？係一本預言嘅書，預先講未嚟嘅事。大家記住啊，喺新約嘅聖經裏邊，特別係啟示錄。如果你講話馬太福音咧，就有一章24章；馬可福音講耶穌再嚟咧，特別係13章；路加咧就特別21章。成本都係講基督再嚟嘅，就係啟示錄。所以我哋話咧，呢本係非常重要嘅書。啟示錄裏邊唔單止講啟示，又講異象，又講動物，又講植物，又好多天然嘅物件，又天文嘅，又地理嘅，又金屬嘅，又顏色嘅，等等好多。啟示錄啊，係一本有福嘅書。原來啟示錄有7福，弟兄姊妹，七係咩啊？係完全。啟示錄有7福。嗱，我哋先睇第1章嘅第3節，14章13節，16章15節，19章第9節，20章嘅第6節，22章第7節，最後一福14節。啟示錄就俾我哋見到有7個福。我同大家專登讀咗呢幾隻經文。有呢個福咧，直接俾我哋嘅；有啲福咧就唔係直接俾我哋嘅。就姑勿論啊，係直接俾亦好，唔係直接亦好。總言之咧，有7個福。咁我哋咧讀嗰啲經文咧，唔係直接俾我哋嘅，都對我哋有益處，對唔對呢啲位？所以啊，我哋大家好留意讀呢個7個福，就係啟示錄啊7個福。特別咧，一頭一尾。開頭咧，第1章嘅第3節咧，有啲人話我而家就聽啟示錄，我睇下裏邊有乜嘢嘅特別嘅地方，有咩奇奇妙妙嘅地方。你而家你咧同我講有福有福啊！我而家就想聽下啲奇特嘅嘢喎，咁啊，弟兄姊妹，奇特嘅嘢我哋需要聽，但係請你記住，你聽咁多個奇特嘅嘢，你想唔想攞福啊？弟兄姊妹，啊？唔想攞福啊？想，我睇見有個人擰個頭啊，唔想攞福噶嘛，唔想攞福咧，咁你就翻到屋企啦嚇。嗱，你想攞福，咁我哋點去得福咧？咁特別係頭1章同埋收尾嗰1章，對我哋每一個基督徒特別有意思，所以盼望我哋好好地翻讀呢幾節經文啊，呢個係對我哋有福嘅。頭先我同大家講咗啟示錄嘅重要，重唔重要？第一點喂，重要。第二點。概論，邊個寫啟示錄？邊個？約翰，司徒約翰咯，唔係長老約翰啊，司徒約翰。佢簡單又叫做約翰。約翰福音書咧就唔講約翰寫嘅，有幾次咧就提到耶穌所愛嘅那門徒，嗰個係邊個？大家知唔知啊？約翰。喺約翰福音書就唔想出頭嘅，但係啟示錄咧有5次講到係約翰寫嘅。點解啟示錄就要出名？為乜緣故約翰福音書佢又唔出名咧？原來約翰咧就唔想出佢嘅名嘅，但係因為啟示錄有好多咧嗰啲咧嚇象徵啊、預表啊，有好多啲咁嘅問題咧，好難明白嘅。
咁你如果唔講係約翰寫嘅咧，咁你就唔知係邊個寫嘅。咁你如果你第二個寫嘅時候咧，你就冇咁相信啦。所以咧，佢就要用約翰，睇約翰。啟示錄特別咧5次係我約翰，一切早期教父咧都公認啊係約翰寫嘅。特別係呢個尤斯丁咧、愛任紐咧，啲好有名㗎。早期嘅教父，格利勉咧、特土良咧，呢啲係好有名嘅。佢哋都公認係約翰寫嘅。約翰係乜嘢人？係邊一個人？好，大家睇翻第1章嘅第1節，呢度佢唔講我係使徒約翰，佢講係僕人。點解約翰講自己係僕人，又唔講佢係使徒呢？大家知道佢係使徒係咪啊？約翰係使徒，但係佢唔提。佢呢度講咧係僕人約翰。第1章第9節又點講呢？係啊，係你哋嘅弟兄。約翰講佢自己係弟兄。22章嘅第7節、第9節、第10節、18節、19節講佢係先知，新約嘅先知約翰啊。弟兄姊妹，有啲人話喎，佢話耶穌基督明明話施浸約翰啊，舊約嘅先知咧到施浸約翰為止喎，點解使徒約翰又係先知呢？咁原來舊約嘅先知説預言到約翰為止，但係新約啊又有先知，所以使徒約翰佢又係先知，又係弟兄，又係咧神嘅僕人。呢個約翰係咁樣。約翰咧係猶太人，喺羅馬竇米仙嘅時候嚟到咧被充軍到拔摩海島，有18個月咁耐，充軍到拔摩海島1年半。去到礦石場嗰個地方嚟到打石做苦工。弟兄姊妹，約翰被羅馬皇帝充軍到拔摩海島，大家知唔知道拔摩海島邊度呢？地中海近意大利嗰個地方有一個島叫做拔摩海島。新約最寫得多嘅卷數係保羅。13卷，大家記唔記得我講保羅書啊？13卷。其次呢就係約翰啦，約翰寫咗5卷喎。你睇下約翰福音啦，約翰1、2、3書啦，啟示錄啦，約翰就第2，寫咗5卷。咁呢5卷書裏邊咧，哎呀都好緊要喎。弟兄姊妹，約翰福音書緊唔緊要啊？4福音裏邊咧，約翰特別係對外邦人嘅，特別係對全教會嘅，特別對全世界嘅。約翰1、2、3書咧講講到我哋相交嘅，講到相愛嘅。啟示錄咧講到基督再來嘅，所以約翰寫嗰幾本啊係特別係緊要嘅。我哋大家留意，約翰寫約翰福音書。係注意個信字。約翰寫約翰1、2、3書係注意個愛字。約翰寫啟示錄係注意個望字。如今常存有信有望係嘛？有愛。約翰寫約翰福音書係以往嘅。約翰寫1、2、3書係現在嘅。約翰寫啟示錄係咩啊？係將來啊，好有意思啊！咁約翰寫呢個啟示錄喺乜嘢時候呢？一般嚟講係主後95年。喺邊度寫呢？咁有人話喺拔摩海島寫，有人話佢充軍之後翻去以弗所城喺嗰度寫。嗱，邊個地方唔係好緊要，不過呢，一般嚟講呢，都承認佢喺拔摩海島寫啊。喺拔摩海島見異象係咪啊？大家記得啦，第1章就係講喺拔摩海島打明叫拔摩海島係見到異象呢個地點。佢嘅文字咧用希臘文、用希伯來文，寫俾邊啲人咧？有人話喎，佢話啟示錄啊寫俾猶太人咁啊。請大家注意到，啟示錄唔係寫俾猶太人，
啟示錄係講猶太人，點解咧咁？啟示錄寫俾教會嘅，啟示錄寫俾你同我嘅。我哋大家讀呢本啟示錄嘅時候，知道我哋嘅主快翻嚟。不過請你記得，現在世界上有三種人。保羅喺哥林多書裏面講，猶太人、外邦人、神的教會係呢三種。咁我哋睇啟示錄咧，寫俾教會嘅，但係提到三種人，係乜嘢啊？猶太人、外邦人、神的教會。你唔好以為話有好多個地方係講猶太人嘅，就寫俾猶太人。弟兄姊妹，而家嗰啲猶太人都唔信耶穌基督嘅，大部分嘅猶太人啊都唔信㗎喎，係信舊約嘅。耶穌翻嚟嘅時候啊，嗰時候仲要打印嘅，打印咧使到佢傳福音嘅，係咪啊？所以話啟示錄啊係寫俾你同我嘅，所以我哋好好地讀呢本啟示錄啊，大家明白？裏邊有提到猶太人，有提到教會，有提到世界，但係寫俾教會。咁啟示錄嘅約節係邊一節呢？大家睇翻1章19節，呢一節啊，就係講到啟示錄嘅三部分：過去、現在、將來。你再睇翻19節。所以你要把所看見嘅，約翰喺拔摩海島見到耶穌嘅異象，就係第1章，和現在的事，第2章、第3章7個教會。下邊嗰句咧，並將來必成的事，呢個就第4章到22章。好多人都歡喜根據呢一節聖經嚟到將啟示錄分成三部分。第1章講過去嘅，係約翰喺拔摩海島見到耶穌嘅異象。第2、第3章7個教會係講而家嘅。第4章以後嘅事呢，耶穌再嚟到空中，地上嘅事、空中嘅事，呢個呢就係將來必成嘅事，將必快成嘅事。啟示錄點分法呢？有好多分法喎，又好特別嘅。有人呢按七嚟分，因為啟示錄裏面好多七，第1章到第3章7個教會，第4章到第8章嘅第5節呢，就7印嘅災，第8章6節到第11章呢，就7個號筒嘅災。12章到14章呢，7個有位格者；15章到16章呢，就7個碗嘅災；17章到20章呢，就7種嘅敗亡；21章到22章呢，7件新事。有啲人按異象嚟分，第一，拔摩異象，喺拔摩海島見嘅異象。第1章到第3章，天上嘅異象，第4章到第5章，7印嘅異象，第6章到第8章呢個第5節，7號嘅異象，呢個大災難嘅異象，7個碗嘅異象，大淫婦嘅異象，基督再來與天國嘅異象，新天新地嘅異象，末後信息嘅異象，咁樣分。有人按異象嚟分，亦有人按乜嘢分呢？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第19節。嗱，呢個係多數人分嘅。點樣分法呢？按所過去嘅，大家睇翻第1章第9節。原來第1章就係講約翰喺拔摩海島見到耶穌嘅異象。12節。弟兄姊妹，除咗耶穌之外，有冇第二個咁樣嘅？冇。原來約翰喺拔摩海島見到我哋嘅主耶穌。弟兄姊妹，呢件事幹係過去呢，還是未嚟啊？弟兄姊妹，過去啦，約翰見咗啦。所以第1章就係講把你所看見嘅事。
咁啊，第二、第三咧，大家睇話，第二章給以弗所教會嘅信，第一封。第八節給士每拿教會嘅信。第三封咧，12節給別迦摩教會嘅信。18節咧，給推雅推拉教會嘅信。第三章咧，給撒狄教會嘅信。第7節咧，給非拉鐵非教會嘅信。收尾最收尾啊，14節啊，給老底嘉教會嘅信。弟兄姊妹，7封信係當時喺小亞西亞有7個教會，約翰就寫俾當時7個教會。但係咧，呢7個教會就預表到耶穌升天，一直到耶穌再嚟2000年教會嘅7個時期。以弗所教會係預表到使徒時代嘅教會，使徒時代過咗冇幾耐。第二個咧，士每拿教會係預表到初期教會大受逼迫嘅，有患難嘅，呢個係士每拿教會。第三個咧，君士但丁上咗台，佢話上咗耶穌啦。咁啊，到你真信定假信咧？呢個係另一回事。咁啊，叫咗好多嘅士兵啊，嗰啲嘅百姓都信耶穌啦。呢個係第三個叫別迦摩教會。第四個時代咧，推雅推拉教會咧，就係天主教嘅時代。有啲人話喎，天主教點嚟㗎？天主教點嚟？就係主後590年第一個羅馬教皇，第一個教皇，咁就開始咗天主教。以前咧就冇天主教，變成咗天主教。咁呢個咧叫做推雅推拉。後來馬丁路德啊，跟住脫離咗咧天主教，呢個係第3章第1節嗰個教會叫做咩？撒狄教會。後來咧第3章嘅第7節啊，就叫做非拉鐵非教會。啊，呢個教會好啦，冇責備。呢個教會係代表乜嘢咧？100年前。100多年前係咩？19世紀、18世紀教會大復興啊！英國有司布真，美國有慕力，有腓利，大嘅復興。呢個係第6個教會。第7個教會咧，你知我哋係邊個啊？係我哋係咪啊？啊，老底嘉教會。原來呢7個教會啊，就喺小亞西亞嘅7個地方。當時約翰係寫呢7個地方，但係咧呢7封信咧就好啱嘅，就將咧耶穌升天之後咧嚟到一封一封套咧，套到最後咧，我哋就係老底嘉，就不冷也不熱。耶穌話你富足啦，你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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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係不冷也不熱。所以話呢7封信嚟講，另外呢7封信就説明每一個時代7個光景。嗱，俾我嚟講，使徒時代應該就係以弗所教會嘅情況啦。但係喺使徒時代裏面又有7種嘅光景。咁我睇下你係邊種光景？使徒時代。第2個時代咧係士每拿教會，教會受大逼迫。咁係咪個個都好晒嘅咧？都唔係。咁嗰個時候咧亦有軟弱嘅，有冷淡嘅，有不冷有不熱嘅。咁咧第2個時代咧又有7個時代，每一個時期裏面咧都有7個時代。另外啊，而家老底嘉教會、末世教會又有呢7種嘅光景。弟兄姊妹，你到底屬老底嘉咧？你還是係非拉鐵非咧？因為你係士每拿咧？因為你係以弗所咧？嗱，聽話喺呢個末世教會裏邊又有呢7種。另外咧，每一個教會裏邊有7種，每一個基督徒又有7種嘅情況。可能你第1日好似以弗所咁樣，第2日咧把起初個愛心丟掉啦，第3日咧你又會變成咧撒狄啦。可能你有7個時期。而家係乜嘢啊？而家可能你係老底嘉，不冷也不熱。大家都會記得
咁多個教會啊，最容易記係老底嘉，係咪啊？因為老底嘉係末世教會，所以啊，啟示錄第2章、第3章係講現在教會嘅情況。咁啊，從第4章起手咧，第4章到22章，第4章第1節，當時係叫約翰上到天上。神話我要把以後嘅事指示你。呢一節經文就表明耶穌再嚟，教會要被提到空中。大家睇住，此後乜嘢時候？此後呢個就係第2章、第3章教會之後，教會已經過咗啦。耶穌要嚟到空中啦，呢個係此後。嗱，記住啊！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嘅聲音。弟兄姊妹，耶穌翻嚟嘅時候有冇號同吹響啊？有，所以呢度就表明我哋嘅主耶穌翻啦。點解咧？因為第3章、第2章過啦，第2章、第3章係教會嘅時代，呢2章一過咧，第4章此後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當時係叫約翰。實在呢一節經文就講到我哋每一個耶穌翻到空中嘅時候，就把我哋喺墳墓啊叫起嚟啦，又咧把我哋而家未死嘅都叫起嚟啦。你上到這裏來，弟兄姊妹，你聽到呢把聲嘅時候，你想唔想上去呢邊？想唔想上啊？我都未想上咁快係咪啊？啊，仲好啲錢未使晒係嘛？好啊，唔使去打啦係咪啊？你上到這裏來，呢個係預咗教會命題。從此咧，第4章之後咧，就係教會被提之後嘅事。啊，大家明白啦喎？咁呢個分法咧就比較最好嘅。大家明白未？有人分7，有人分2章，有人分呢樣分樣，但係我認為。第1章嘅19節係神自己分嘅。第3大段當有認識，好多弟兄姊妹聽見人家講啟示錄，不遠千里而來聽啊聽啊。有啲人聽完咧就唔知道佢真係咧解得對唔對嘅，就總而言之咧講啟示錄啊好啊好啊好啊。弟兄姊妹，點樣去分辨？無論你攞咗錄音帶，點樣分辨到底呢個人講啟示錄係對呢，還是唔對？我自己啊，有好多種講解啟示錄嘅，有好多不同嘅，有人咁講，有人咁講，有人咁講。點樣去分辨呢？嗱，呢個我唔想用好多嘅時間，我想俾大家知道。用簡單幾個方法，你睇下你就知道嗰個講啟示錄嘅係對呢，還是唔對？有啲係靈意派啊，佢唔按字面解釋；有啲係從前派，嗱呢個係同新神學一樣；有啲咧就叫歷史派，啊講下世界歷史同教會嘅歷史，佢將咧啟示錄啊講成而家教會嘅歷史。有啲咧就叫做將來派，一般嚟講咧將來派比較好啲啊，預言到咧3個計劃：神對世界、神對猶太人、神對教會。好啦，下邊我哋要注意幾點，特別留意你姊妹，睇下你注意邊幾點，睇下呢幾點就分出邊一個講啟示錄嘅係啱或者唔啱。我喺啟示錄嘅解釋，我睇到好多，好嘅亦有，就解得唔係幾好嘅亦有。我記得我哋在解放初期，我喺廣大路，喺廣大路咧就係禮拜堂嗰時喺廣大郵局對面㗎啦。嗰個禮拜堂，我一晚講一章，就講咗3個禮拜，3、7、21啦，講咗3個禮拜。未曾解放之前咧，我都好歡喜講啟示錄。咁啊，到底啊，我睇咁多嘅啟示錄啊，我就發現到有啲人咁講，
有啲人咁講，亦有啲人咁講。我自己所睇過嘅咧，有好嘅，亦有唔好嘅，有解錯嘅，亦有咧解對嘅。如果講到好嘅話咧，無敵神學院、斯可福啊，或者咧其他嘅解釋嘅摩根啊，或者其他解釋咧係非常嘅好嘅。仲有弟兄會解釋好嘅，我又睇過，唔好嘅又睇過，所以我集中埋咁多咧，同大家分出幾點，等大家注意一下，到底聽啟示錄嘅讀音帶，或者咧你讀啟示錄嘅講義，你睇下到底呢本係對嘅咧，還是唔對嘅咧？呢個分咗幾點啊？第一要注意嘅，是否認為第4章以後係將來嘅事？呢個第一點啊！大家明白？從第4章以後，再冇教會喺地上。你記住，教會係第2、第3章，對唔對？第4章你上到這裡來，係講教會被提。所以啊，第4章以後，直到第19章，啟示錄地上冇講教會，教會已經上咗天上啦。咁4章到收尾咧，有時講天上，有時講地上，有時講天上，有時講地上，講災難嘅講地上，講係上高敬拜嘅講天上。咁你分開係講天上嘅咧，還是講地上嘅咧？有好多人話：我真係唔識讀啟示錄嘅，我聽見就頭痛啦，我睇見咧我就眼花啦。係冇錯，但係我教你一個簡單嘅方法，從第4章以後，再冇教會喺地上。你記住呢幾點？如果有人話俾你聽，第12章嗰個又係教會啊，第16章嗰個又係教會啊，或者第9章嗰個又係教會啊，呢個係錯嘅。教會被提咗啦嘛，你先會提到空中啊嘛，點解地上仲有教會嘅咧？所以話如果話第4章以後教會仲喺地下嘅咧，呢個係錯。直到第19章，耶穌同教會降到地下，咁教會咧就翻嚟地下。19章之前咧，地上沒有教會。弟兄姊妹，我想同你講一講，耶穌翻嚟，教會被提到空中。你想喺空中咧，還是想喺地下你嘅？啊，想喺空中。咁你有時聽人講話，地上仲有你份啊，咁就唔得了啦。7年災難有你份就唔得了㗎啦，你知唔知啊？所以話咧呢個係錯㗎。第二個問題，是否將3類嘅災難分清？7年災難、7日災，有7個號筒嘅災。有7個碗嘅災，對唔對你呢啲喂？其他嘅災我哋唔好講啦。到底啊，頭3年半係乜嘢災咧？大家話頭3年半梗係7日咯，頭3年半，收尾3年半係梗係7碗咧。咁7之號啊，係屬頭3年半咧，還是屬收尾3年半？嗱，呢個問題喺度啦。啟示錄有幾多災都好咧？3類，一類係印嘅災，一類係號筒嘅災，一類係碗嘅災。咁而家我哋同大家簡單睇一睇，請大家睇第6章到第8章嘅第5節，7嘅印係點分嘅？頭4個，中間2個，收尾1個。係咁分嘅，頭4個印一揭開有一個活物出嚟，第5個冇嘅，第6個冇嘅，你睇下，第2個印你睇下，第3節，第3個咧，第5節，第7節，第5個就冇活物噶啦噃，你睇下，第9節，揭開第5印嘅時候，我看見壇底下冇活物啦噃。12節，揭開第6印嘅時候，我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冇印噶啦噃。仲有啊，弟兄姊妹，頭4個災有騎馬噶喎。第一個馬係咩馬？大家記唔記得？白馬。第二個咧
紅馬，第3個咧灰馬，第4個黑馬，第5個冇嘅咯，第6個冇㗎啦。所以話咧，7個人頭4個一堆，第5、第6咧就冇啦。咁冇咗之後咧，隔開咗第7張喎。原來收尾嗰一個人咧，一揭開就開咗7個號筒啦。咁7個號筒係點樣啊？又係4個一堆，2個一堆。另外一個嚟睇第8張，第7到第12節，頭4支一堆，第7節，第1位天使吹號，就有咩災。第8節，第2位天使吹號，又有咩災。第10節有咩天使吹號，12節第4位天使吹號，一頭嘅1/3咁。好啦，第8章就講咗4件啫喎，第5、第6就唔講啦喎。咁啊點咧咁？13節一齊讀13節。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他大聲説：3位天使要吹那其餘嘅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第一節為3節，頭先過咗幾多個？過4個，剩翻3個，對唔對啊？所以話頭4個一堆，對唔對啊？係嘛？頭4個一堆，第8章。好啦，第9章咧，第1節，第5位吹號，呢個第1節。第12，第1樣災禍過去了，還有2樣要來。13節。第6位天使吹號，就聽見乜嘢。好啦，第5、第6吹完之後咧，又停咗喎，又隔咗第10章喎，走到第11章，然之後吹第7支號喎，明唔明啊？翻到第11章喎，15節，第7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説：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睇到未？你呢啲我教你一個方法，7個人頭4個一堆，跟住咧第5、第6個一堆，第7個人就揭開7支號筒，7支號筒咧頭4個一堆。第5、第6又一堆，第7個咧一揭開咧就又講第二樣啦。所以話咧，印嘅災、號嘅災係頭3年半，因為2個嘅性質相同，4個一堆，2個一堆，1個。咁後面7個碗咧，16章從第1節你讀到咧21節。7個碗，睇下有冇4個一堆，2個一堆，另外1個有冇？你認為冇？係點㗎啦？一直倒1個又1個，倒2個，倒第3個，倒第4個，倒第5個，第6、第7。所以我話7個碗嘅災應該喺後3年半。大家知唔知道？7個人。係緊要，頭4個人出嚟之後，睇你會唔會改？停一停，然後咧又嚟2個，睇下有冇人會改？停一停，又1個。好啦，又1個，咁啊7支號筒咧，4支號筒吹咗，睇你會唔會改？停一停，又2支號筒吹咗，你又停一停，有得停有得間歇嘅。但係7個碗咧有冇間歇嘅？你知喎？冇嘅，一個倒1個倒1個，係咪叫做大災難啊？你知頭2種啊，係屬於7年災難嘅起頭，對唔對？所以咧，我話2種都係災難嘅起頭，因為佢2種嘅性質一樣，係4個一堆，2個一堆，1個自己，係咪啊？4-2-1，4-2-1。但係16章7個碗咧就冇分開4-2-1，明白未？你呢啲喂唔係我分嘅啊，神自己分嘅。
你慢慢細心一讀，你就讀出呢個問題。有啲人話喎，佢話而家咧有幾隻馬出咗嚟啦，佢話耶穌咧翻嚟快啦，有幾隻馬出咗嚟啦。有啲人甚至乎講話，佢話頭4個馬出咗嚟啦。你知喎，你唔好信喎。點解咧？因為記住第4章係未提，第4章走咗之後咧，然後有第6章嘅嘢啊嘛，對唔對？你知喎。如果第4章未曾走，我哋未能走咧，有第6章嘅嘢出嚟咧，咁就奇怪啦。今日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你記住啊，有好多種嘅錄音帶，有好多種嘅書籍。啊，有啲人咧就聽講道，一聽嘅時候咧就留意咧，就小心啦。我記得好似話最近咧有啲人聽到錄音帶，就話咧頭4個馬出咗嚟啦咁啊。佢哋點講啊？佢哋話咧，因為嗰啲馬出嚟有饑荒、有地震、有瘟疫，而家到處都有饑荒、有地震、有瘟疫。我哋睇翻第6章，第1個印第2節，有匹白馬出嚟。弟兄姊妹，呢一隻騎白馬嘅係地基督，19章騎白馬嘅係基督。你唔好撈亂啦。如果你話呢一隻騎白馬係基督嘅話咧，麻煩啦。大家有冇留意？佢咧有個弓，你睇下，佢有弓，有冇箭啊？佢冇箭嘅，姓乜嘢啊？你知唔知？呢啲係假姓嚟嘅。耶穌基督咧就唔拎弓嘅，唔拎箭嘅。耶穌咧口有利劍嘅，對唔對？你知唔知？喺19章嗰個就講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要過到地下嗰個咧。唔係弓就唔係箭嘅，呢個係弓嘅就冇箭嘅，假嘅性嘅。有人話喎，哇！地基督出嚟啦，而家出咗嚟啦，所以第1隻馬出咗嚟咁。咁第2隻馬咧，紅色嘅馬嘅，有把大刀刺到佢，咁呢個代表打仗啦。咁有啲人話而家打仗啦，有打仗啦，好多地方打仗啦咁。咁啊第3個咧，睇第5節，大家話而家有饑荒啊，但係我想問大家。而家係咪1錢銀子買1升麥子？唔係嘛？係咪1錢銀子買3升大麥啊？又唔係嘛？咁你點能夠話而家呢隻馬又出咗嚟咧？又有人話咯，個第4個馬又出埋嚟啦。你睇下第4個第7節，殺害地上幾多？1/4，冇錯。而家有饑荒，有瘟疫，有其他嘅。而家有冇殺咗1/4？冇。而家全世界幾多人？53億，我當佢50啊，1/4，起碼都12、13億。而家有冇嗰啲災難死12、13億嘅？冇。點解你話第4嘅出咗嚟？嗱，呢個好明顯啊！如果有人講話呢幾個馬出咗嚟嘅話咧，你小心啲咁多。如果頭3個印、頭4個印出咗嚟嘅話咧，咁我哋可以知道耶穌幾時翻嚟噶咯喎。但係耶穌話。你知唔知啊？冇人知啊！冇人知。如果咧頭1個馬出嚟，起碼仲有3年半。你唔好理佢邊一個傳道人啊！世界大日有名報道家都好，總言之咧講話呢幾個馬出咗嚟咧係錯。仲有凡係有日期嘅，都係後3年半。11章第2節，40係幾多？3年半，對唔對啊？3年就36個月啊嘛。再加6個月幾多？40。凡有日期嘅，冚唪唥都係後3年半。千萬唔好講話頭3年半，對唔對？好，我哋跳過去13章第5節，11章第3節，1260天係以色列人嘅年數3年半。你翻嚟計啦，佢每一個月30日嘅啫，冇31嘅又冇29嘅。3年半，1260天，係後3年半，亦即係話呢啲事情係後3年半。12章嘅第6節，呢個係講到以色列人逃難，逃到曠野被養活1260天，後3年半。凡有日期嘅係後3年半。12章嘅14節，幾耐？3年半。一載就1年，二載就2年，加埋就3年。仲有半載，加埋就3年半。凡有日期嘅，冚唪唥係後3年半，係大災難。明白未？
千萬唔好將嗰啲有日期嘅撥咗頭3年半。話而家出咗幾隻馬啦，喺頭3年半裏邊啊，而家就幾多個印揭開啦。仲有一件好緊要嘅，請大家睇12章第1節，呢一點大家記住。如果你解錯咗呢段經文，你就係講錯咗啟示錄。有啲人話俾我哋聽，佢話呢個婦人啊係教會。佢話咧生咗個細蚊仔，嗰個男孩咧就係得勝者。佢話男孩得勝咧就被提到神嘅寶座。佢話嗰啲失敗嘅咧就留低受3年半嘅災。弟兄姊妹咁講嘅話係錯嘅。請大家留意第1節，聖經從來沒有用婦人代表教會，聖經只係用童貞女代表教會。婦人咧係講到咧淫婦係有啟示錄嘅17、18章淫婦啊，呢度個婦人咧唔係講教會嘅，係邊條？係乜嘢？係以色列。點解我講嘅係以色列咧？你睇。身披日頭，以色列身披日頭，記唔記得？耶穌翻嚟嘅時候，因為咧嗰位在天國裏邊嘅日頭啊，係人人都見到嘅，所以佢係身披日頭，腳踏月亮，月亮係教會，就唔係話佢踐踏教會，乃係。教會在呢個婦人之後，弟兄姊妹，教會係咪在以色列人之後啊？係咯，教會係在猶太人之後出嚟嘅，所以呢一個婦人應該講係以色列人。如果你把呢個婦人解做教會嘅話咧，大錯特錯。弟兄姊妹，我講咗啦，第4章以後，地上有冇教會？冇。地上冇教會，點解把婦人解做教會咧？仲有喎，大家睇下，頭戴12星嘅冠冕，呢個婦人係以色列人，12星係12個支派，戴12星嘅冠冕，我哋講係以色列冇錯嘅。下面咧，他懷了孕，在生產艱難。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現異象來，有一條大龍，7頭10角，7頭上帶着7個冠冕。呢個係邊個嚟啊？魔鬼啊！他嘅尾巴拖着天上星辰1/3，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嘅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吃佢嗰個孩子。原來呢度係講乜嘢？就係講以色列民啊，耶穌基督降生。呢度係講翻魔鬼嘅來龍去脈啊，真係啊！咁咧要講到佢咧等到耶穌降生嘅時候咧，就想吞滅咗耶穌。大家記唔記得希律王想殺咗耶穌？大家知唔知道？後來咧天使叫約瑟啊，叫瑪利亞擺啲大孩子到埃及嗰度去，係咪啊？係第2章。有人話佢話呢個婦人係代表教會嘅失敗者，係唔得去。佢話嗰個孩子咧就係得勝者，得勝嘅人咧就提到神嘅寶座。我哋知道耶穌翻嚟又唔係提到神嘅寶座嘅喎，提到邊度啊？提到空中。佢話咧得勝者先提到神嘅寶座，佢話後來嗰啲失敗者咧就提到空中。咁解聖經，弟兄姊妹，保羅把佢自己都擺在嗰啲咧提到空中嘅，係咪保羅當佢自己失敗嘅？係咪？所以話而家我哋唔去揾個聖經字啦。大家要明白咗呢段經文嘅實在咧，就係講到以色列啟示錄係預表一定有書信嘅根據。如果冇書信嘅根據，咁夾硬嚟解聖經，咁嘅解法係解錯聖經嘅。仲有一點，但以理書第9章24節，70個7係為以色列民。既然69個7都應驗喺以色列人嘅身上，第70個7就冇理由為教會嘅，不能3年半為教會，3年半為以色列。
更不能7年為教會。所以話，如果係講7年災難有教會喺裏邊嘅，呢個係大錯特錯。所以我哋從以上幾點，我哋特別要注意到解啟示錄、睇啟示錄，一定要分開呢一幾點，咁我哋就唔會講錯。有啲人講解啟示錄資料係好好，但係路線係錯嘅。我哋唔能夠因為嗰啲資料多、資料豐富就話佢嘅路線係對。求主幫助我哋，願神賜福俾我哋。